们希望做一个是比较特殊的，就是其实台湾一直没有人在做情境喜剧的一个音乐剧，所以那时候想说能够把西方的音乐剧的概念，如果可以跟台湾的歌仔戏做一个结合，那应该会是蛮有趣的尝试。都这你唱了袂歹，你是做歌星的好人才。台语它其实是一个很优美的一个语言，它其实它的音韵会比国语更适合来唱。那有音乐这个元素这么强力的加在戏剧里面的时候，很多技术的点就要克服。比如说你得先去录音，录音的时候就要告诉演员，我们拍这场的时候大概的情绪，就是声音表情就要多一点点啊。好，因怪关斩将拼性命，啊，摕到冠军第一名。哦，自己找那个，嘴到对，不然你就会像是真的在念台词。每个演员有他的习惯跟问题点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就一直突破，然后把每个人的声音、声线、口气调到适合他的，然后还有情绪。好，再一次，然后再夸张一点点。让我很感动的是，所有的人都把我录给他们的 demo 听的就是滚瓜烂熟，然后大家都是很努力的去把这些歌全部啃下来，然后去做出对戏剧最适合的诠释。态度言语，如此冷淡，心如铁石，情何堪？退步丢心，莫再侵犯，莫再侵犯。除了保有我们的七字调、多马调、十连马调、港澳调传统的曲调以外，更有一些早期的歌仔戏的旋律。可是经过我们不同的配器以后，听起来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跟我想象中歌仔戏很不一样，包括那个歌词，我都觉得其实蛮有趣的，不是那种什么就是礼义廉耻啊那样子比较传统的。原来歌仔戏可以做原创故事这样，对。真心希望是一个能做出一个让观众很喜欢的一个作品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台湾有很棒的文化资产，我们很棒。